所以咱来看伫花莲的中美路甲华道路的路口，12早起的时阵，一只巴士要倒弯的时阵，那亲像是去互车的条啊砸掉咧，煞去弄到一个当咧过车路的阿伯。一个阿伯送病院了后，尾手要是救无倒来。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赶紧对无性命迹象的伤者来急救。虽然继续实施 CPR 急救，不过伤者的伤势伤过严重，也是不治死亡。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头部外伤，而且口鼻出血。客运车的玻璃有弄到分裂，已经裂去啊。12早起8点左右，47岁姓吴的司机开一台大客车，经过花莲市华道路，才要倒驶到中美路时，敢若互挡风玻璃两边的下条砸到无看，弄到才要过大路接姓城的老人。警方讲，姓吴的司机酒测还是零，详细造成事故原因也会调查。我不知道，因为我发现的时候是已经抓到了。差别的是伫头前链，伊的链仔是伫咱的后壁面啦，所以咧转弯的角度哦，本身会就会较大。专业教练是讲，大只车因为驾驶做管道无同，也佫有车长比小型车长真多，驶转弯的时阵除了避免下条看袂到的所在，也要注意来练差别的变化。也那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讲，过来道路环境嘛要来改善。要左转的去靠左边，右转靠右边，直走走中间，这样就会大幅的减低我们这种大型车辆在变换转向的时候跟其他车种交织动线的问题。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建议，过来车道配置应该以车速甲车向来规划，避免大型车甲小型车互相开倒阵。驾驶人嘛要加强路口停让甲看清楚这个环境，甲其他用路人互相尊重，才有度减少造成事故情形。记者综合报道。